我家住在18栋，张总，您家住哪儿？我家在灵湖那头的24栋。啊，24。那什么，我家到了，张总，再见。拜拜。师傅，前面右转100米。好的。喂，帮我查一下，王超，天心湖别墅18栋。酒劲儿上来了，怕不是上天赐了我学一套醉拳的机会吧？打得不好，自己瞎编的，没师傅教，见笑了。